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埔马孙仔三地人灭门的命案爆发了后，新北市的警方伫17点钟内就把这个竞赛逮捕归案。讲会遮尔紧就抓到人，是因为有一支特别组成的鹰眼队，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赵春杰，伊是警备队的小队长，有一个外号“鹰眼神探”。伊看这个监视器真赖，过去协助侦破真侪重大的刑案。伊讲这个竞赛无论去到达，拢会抱着这只狗仔糯米，而这个监视器内底是真显目，所以马上就去由警方来锁定。三重埔灭门迄个案，鹰眼队入台讲，连新北市长侯友宜拢亲身来颁奖。上重要人物是以新增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赵春杰，人称鹰眼神探。过去监视画面，17点钟内就抓到人。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放感情，感情用的越深那个案情就自然会比较明朗化的发展43岁赵春杰做警察15年，研究监视器。时常协助破重大的刑案，包括馆长的枪击案、台版柬埔寨案件等等。新北市警察局长嘛特别成立鹰眼队，由伊来负责，传授经验，要怎透过看监视器来为民服务。警方昨早起10点外去台中抓人，因为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去到倒位，拢带这只狗正眼目，随后警方锁定。狗在我们监视画面来讲的话，是非常显眼的，它非常喜欢带狗，狗在人在啦。讲实在，就狗在人在啦。如果听到狗叫声，就增加我们专案小组的信心啦。姓张查甫人，互人靠手铐移送医院，将这只狗揽安。不过这只狗其实是因丈母甲因某所饲的，就算对因下毒手，不过对这只狗是真疼爱。到无时连狗饲料狗碗拢有扎，就惊讲伊巴肚会枵。即马这只狗和死者的大汉查某囝掠去啊，嘛变成亲人为伊的寄托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